来关心这囡仔人的安全，伫新竹呢，其实是有袂少这特色公园，也毋过伫竹北有一搭公园内底呢，所传出有囡仔咧耍这厝流浪的时阵，因为速度真紧，而且佮加上这下底安全的防护是做无够，所以头壳靠一个着上老血。家长是质疑这设计是有问题，也若公务处呢也要派人去会勘保强设施，确保安全。公园内囡仔耍甲真欢喜，不哩个新竹却传出有囡仔咧耍厝流浪时，因为速度紧，加上下底安全防护设施无够的关系，囡仔的头直接去弄到涂骹，规粒头转伤。囡仔的家长嘛出面对公园设计提出质疑。有的小孩会直接飞出来，直接着地的也有，都有看到。所以说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，这个地上已经空到完全都没有石头了。而且这是设计也不应该是石头，应该是缓冲软垫或是沙子，不会让他自己玩啦。但是像我会带着他或是抱着他玩这样，对，就不会单独的让小朋友自己去玩这样。这是新竹县竹北 AI 智慧园区公园，真侪家长拢讲，这个厝流浪下底因为关基差的关系，常常造成囡仔受伤。干务处也来到现场了解状况，提出相关解决办法。有发现，也因为小朋友有一些使用有一些不平均的部分，我们会立即来补出，降低这个落差。好，那只不过这部分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关于这个家长，如果小朋友需要一些后续的一些医疗的一个补助，因为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个保险可以来进行一个协助。另外，干务处也指出，公园边仔拢有大告示，这座厝流浪其实是开放予13岁以上的儿童使用的，也提醒家长，囡仔咧耍的时，嘛着爱哪顾哪注意，才袂出意外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